大家好，中國航空母艦近年高速發展就好多人都知啦。咁但係究竟發展到咩階段呢？今日我就想介紹一啲文章啦，同埋報告咧，就講下呢方面嘅話題嘅。部分西裝知識界咧就認為中國海軍同埋航母咧喺質同埋量咧已經逼近美國海軍。咁但係其實我有另外一個發現，就係中國海軍喺一個關鍵點上面咧，有可能已經超越咗美國海軍。而呢個關鍵點咧，正正就係未來海戰勝敗具有決定性意義嘅。經濟學人早前刊登咗一篇文章，標題叫做《中國爭相建造航空母艦嘅背後咧，究竟係一回咩事呢？》副題咧就係話中國好快喺太平洋會擁有比美國更多嘅航空母艦。咁文章提到咧，2025年聖誕前夕咧，美國國防部低調就發表咗一份中國武裝嘅力量報告。喺報告入邊咧，佢就係話引述咧就係機密情報進行評估嘅，而報告方就係美國國防部啦，就遞交俾美國國會嘅。呢份報告公佈咗之後咧，迅速被全球軍事家咧就詳細研究嘅。而喺入邊嘅第16頁咧，專家們咧就發現咗一項令人震驚嘅陳述。入邊就係話中國海軍計劃喺2035年，即係10年之前咧，建造多新嘅6艘航空母艦。嗱，眾所周知啦，中國海軍已經進入咗3航母嘅年代嘅。前2艘就係滑躍式，即係冇彈射嘅能力嘅航空母艦，咁分別係遼寧艦啦、山東艦嘅。咁大家都唔少軍迷都知道啦，滑躍式航母嘅缺點咧就係艦載機嘅載彈力會比較弱，咁佢唔能夠載好多飛彈啦、導彈啦同埋炸彈嘅。如果係要增加載彈量咧，往往就係要減少載油量，咁結果咧令到個航程咧就變相縮短。咁總之咧，無論喺打擊火力啦同打擊嘅範圍咧，處處受到限制嘅。咁更大嘅缺點就係沈飛咧已經製造咗適用於航母上艦嘅殲35呢一款係5代戰機雷達隱身機，都係冇可能係自己滑躍式起飛嘅。另外艦載嘅預警機亦都唔能夠靠本身嘅動力咧自己滑躍式起飛。咁所以咧滑躍式嘅航母咧限制咗好大嘅進化發展。咁但係喺2025年11月，即係上年啦，福建艦嘅入列咧就代表咗中國海軍重大嘅升級。佢滿載嘅排水量8萬噸，雖然係常規動力，但係有3條嘅電磁彈射軌。咁佢令到中國航母咧唔單止能夠部署全島嘅4代戰機，即係而家遼寧艦啊，或者係山東艦常有嘅殲15啦，更重要嘅就係可以部署我剛剛提及嘅殲35雷達隱身機，同埋就係中國研發嘅第一代折疊預警機 KJ600。雷達隱身戰機嘅威力就不容多說啦，最直接就係可以替4代嘅戰機進行護航啦，展開攻擊。咁至於預警機、折疊預警機就會令到中國航母嘅預警範圍咧，同埋電子戰嘅範圍咧，仲有空中滯留嘅時間大幅跳躍嘅。一下子中國航母嘅戰鬥力喺質方面咧就可以逼近世界頂尖水平嘅。咁當然啦，美國福特級航母同樣擁有電磁彈射戰力，而且佢仲係核動力添。滿載排水量達到10萬噸，4條電磁彈射軌比福建號多1條彈射軌啦，而且噸位都大2萬噸。咁但係咧有唔少嘅分析認為中國嘅電磁彈射技術咧係比美國先進，因為中國係採用直流電，直流電嘅彈射咧個固盡率比較低。相反咧，美國係採用交流電。至今嚟睇咧，美國福特號嘅故障啊，特別喺電磁彈射方面咧係明顯多啲嘅。咁所以咧，我會評定福建艦咧其實個技術水平已經逼近福特號啦。講完質方面咧，講翻經濟學人呢篇文章嘅重點就係提到量嘅。佢講就係話2035年之前，中國嘅航空母艦咧就會建造多6艘，咁10年增加6艘，差唔多係2年就多1艘。呢方面嘅航母建設速度咧，足足係美國嘅2倍。
因為喺同期咧，美國只係建造3艘新嘅航母，而同一時間咧有3艘舊嘅航母咧就會退役，一來一回咧都係維持11艘到2035年。但係中國咧就會由而家嘅3艘咧就變到9艘嘅，結果到2035年前有機會就係美國海軍有11艘航母，而中國係有9艘嘅。咁就咁睇應該係美軍更加多啊，咁但係又唔可以咁睇嘅，原因就係由於中國海軍咧係集中喺亞洲，而美國咧係要進行全球部署嘅。中國航母嘅數量喺10年後，由於一個係集中亞洲，一個係全球部署咧，結果咧中國會喺局部性有機會喺太平洋係超越美國嘅。美國海軍咧維持11艘航母，咁但係由於佢哋嘅船塢維修能力減弱啦，咁所以佢哋維護訓練嘅時候咧，往往會令到執勤數下跌。而家美軍同一時間能夠全球執勤嘅航母，往往係得4至6艘。如果喺太平洋能夠執勤嘅，更加係介乎1至3艘。10年之後，如果中國海軍成功係增加到9艘，又突然之間對台灣採取突襲戰術，9艘航母同時出擊嘅話，美國海軍喺太平洋可能只係得3艘，甚至乎頂多只能夠調動咗6艘，形成咗9對6。換言之，美軍到時會喺太平洋方面處於數量上嘅劣勢。文章有提及到咧，中國海軍嘅電磁彈射技術咧，正如剛剛所講咧，係勝過美國嘅，因為故障率較低。但係動力方面咧，中國亦都有可能係超越嘅。文章提到，中國第一艘核動力航母已經喺大連開工。咁呢艘航母咧，我諗好多軍迷都會知道咧，喺內地咧就稱之為004號。核動力航母嘅好處唔使講啦，就係航程咧就係無限，而且咧只會係受到食物啦同埋彈藥限制嘅。咁而文章經濟學提到估計嘅原因就係基於公開情報啦同埋衛星圖片嘅發現咧就係冇煙通嘅設計，而因而揣測咧係有2座壓碎式反應堆作為推進，航速可以達到30節。咁當然咧，呢個係唔係004號就等於核動力航母咧？我覺得仲係有斟酌嘅地方嘅，因為咧有唔少內地嘅軍迷都評價未必一定係核動力嘅。咁如果唔係核動力，有咩點我哋特別要注意呢？我覺得比較可信嘅就係個衛星嗰個圖片量度嗰個尺寸咧，而預測個噸位。普遍咧，無論係美國方面啦，或者中國嘅軍迷方面咧，估計都係12萬噸。嗱，呢方面咧，呢個就好重要啦。12萬噸意味住咩呢？佢將會一旦落水，而家有揣測就係004號咧，係2027年出年就會落水噶啦。12萬噸意味住就係喺2040年之前，即係未來15年內咧，呢一艘004號將會係世界上排水量最大嘅航母。咁而家因為美國最大嘅航母都係福特號得10萬噸，咁樣未來10年中國航母數量不單止由3艘增至到6艘，技術方面咧，彈射咧直流電可能係勝過交流電，更重要喺個別單艘航母方面嘅噸位咧係世界第一，象徵住中國海軍唔單止再係追趕美軍，喺部分方面咧已經係超越咗美軍。咁當然啦，文章都唔係一味讚好嘅，佢就質疑中國海軍係缺乏實戰經驗嘅。倫敦國王學院一名學者就話：一艘有效嘅航母咧，每天至少咧能夠係出動100架次出擊嘅。佢唔係好清楚而家中國海軍能唔能夠做到呢個水平。另外咧，亦都有質疑嘅就係話，中國建造咁多航母，其實對未來台海衝突咧未必有用，因為中國空軍其實已經可以直接打擊到台灣。建造咁多航母可能係別有所圖嘅。文章引述華盛頓新美國安全中心嘅一位呢個係一個智庫啦，個分析員認為咧，中國海軍似乎係越嚟越渴望喺遠離本土嘅太平洋爭取更主動嘅地位。嗱，講完中國航母喺數量同埋質量上有機會喺10年內逼近美軍之外咧，正如我剛剛開首提及到，有一個關鍵位咧，中國海軍可能係會超越彎道超車美國嘅。美國智庫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咧，啱啱喺
今年2026年2月9號出咗份報告嘅。嗰份報告咧，基本上係講美軍嘅空軍戰力。入邊咧，其實美國有呢份報告出咗之後咧，美國好多空軍嘅 YouTuber 咧都爭相討論。個報告就係話咩呢？就係話美國嘅空軍訂購6代戰機嘅數量遠遠不足，因為咧而家美國國防部初步預計第時訂購6代戰機咧係100架 B-21，同埋咧係185架 F-47，F-47就係6代空優戰機嚟嘅。呢份報告分析認為，如果美國要喺台海戰爭中擊敗中國，咁最少咧有200架 B-21、300架 F-47，數量咧要達到500架，先有機會咧就係突破翻中國嘅防衛網，深度炸晒中國嗰啲導彈車先。咁我亦都要有必要簡介下而家美國6代戰機嘅發展嘅。B-21咧就坦白講係比較實啲嘅，因為咧喺23年11月咧佢已經有試飛，而家咧好多消息顯示咧最少有6架喺工廠生產中嘅。咁呢架係一個攻擊型嘅投擲重型，我諗係導彈嘅戰機。但係空優嘅戰機 F-47咧，我就冇咁樂觀啦，因為佢嘅公佈係比較，我覺得有啲倉促嘅。事緣咧喺24年12月嘅時候咧，中國第一批6代戰機，而家我哋普遍稱為成飛嘅，即係無尾翼嘅殲36咧，第一批嘅試片啊，即係市民拍攝嗰啲就流出。冇幾耐之後，幾個月後，即係上年2025年3月咧。特朗普就突然宣布，仲 call 埋國防部長咧，就展示已經判咗單合約俾波音，就係會生產第6代戰機空優戰機係 F-47。嗱，當時咧就睇完呢一個展示圖咧，其實大家都會有啲質疑，因為 F-47咧係有鴨翼設計，而鴨翼咧係非常不利於嗰個雷達引申嘅，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好奇怪，會唔會係因為中國已經流出咗一款空優戰機殲36嗱空優戰機嘅意思咧，而家係審飛嗰款咧殲50亦都係空優戰機，咁究竟3引擎嘅成都殲36算唔算空優戰機咧？好多人就覺得佢係一個攻擊平台，但係其實我覺得佢都係有空啦優能力嘅，等陣我會慢慢解釋。6代戰機咧喺國際上暫時係冇咩標準嘅，咁但係有4項嘅通用公用要求。第一就係極致嘅隱身，要比5代機更加隱形，雷達隱形，咁所以結果係尾翼咧都係冇埋嘅。第二咧就係個航程要超級延長，而家咧普遍嘅5代戰機啦，例如中國嘅殲20咧，估計佢嘅作戰半徑係1000至2000公里。而家預測嘅就係話，如果係殲36成飛嘅殲36咧，作戰半徑咧係要達到3000公里嘅。咁第三點咧就係頭先我要回應點解我覺得殲36都係一款空優戰機咧，因為咧佢係會多數咧係會配合埋中程僚機，就係2架甚至乎3架嘅無人機進行誘敵啦、飽和攻擊同埋偵察嘅，所以其實佢係有空優作戰能力嘅。第四點咧就係人工智能嘅自主決策，就係將 AI 深度融合咗航電咧同飛控嘅。咁所以咧，其實6代戰機咧係有一個跳躍式嘅發展，相對5代機。我想講嘅就係話，中國海軍個關鍵點就係，就係個噸位。因為大家都覺得需唔需要建造到航母到12萬噸呢？而家其實咧我要特別大家要講一篇文章，就係2025年4月南華早報嘅篇文章入邊提到殲36成飛，發表咗篇相關嘅論文，就係中國研究緊6代戰機咧，就係着陸航母，包括咗一啲論文就係個掛鈎啦、強化起落架啦。呢個方面咧，大家會簡稱為海殲36嘅發展方向。嗱，點解要有唔同咧？佢哋因為咧6代機殲36非常重，預測個重量係達到55噸。如果55噸嘅艦載機放落航母度嘅話咧，現有嘅航母必須要大幅建造更大嘅平台，否則根本冇辦法去承載6代機。所以咧。而家好廣泛嘅揣測就係004號12萬噸，其實就係為咗第時6代
戰機能夠上艦嘅。6代戰機上艦咁意味住咩呢？原本陸基式嘅喺陸地基地為主嘅6代戰機呢，佢已經係個功能係打擊超遠距離，係想打擊預警機同埋加油機。如果6代戰機上航空母艦，更主要嘅就係打擊對方敵方航母嘅折疊式預警機。如果美國嚟講呢，嗰個就係鷹眼。鷹眼呢，通常個運作咧就會喺航母嘅後邊，由於佢飛咗上去之後咧，進行一個空中嘅監察嘅話咧，令到往往航母就有一個好似一個電子戰啦，甚至乎預測嘅保護傘。佢躲喺航空母艦後邊，前邊咧往往有 F-35戰機嚟護航啊，所以殲20呢類5代戰機根本係攻擊唔到嘅。但係如果係6代戰機上艦嘅話，形勢係大大唔同，因為佢航程遠啦，同埋佢嘅預測範圍預電子戰範圍比較大，所以有機會咧就係打擊到預警機，特別係折疊預警機。咁如果中國航母建造一艘12萬噸，而且6代戰機能夠上艦，換言之，中國嘅海軍有機會就係打擊到美國嘅折疊預警機。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因為咧一旦咧中國嘅6代戰機成功擊落咗美國嘅折疊預警機嘅話，美國航母戰鬥群嘅電子作戰體系咧就有機會係片刻崩潰嘅。咁之後咧，中國海軍咧就比較輕鬆啦，可以用一啲無人攻擊機啦，甚至乎較舊式嘅4代戰機咧進行攻擊。而呢個時候咧，突破美國航母嘅防衛圈嘅機率就會大幅上升。咁所以我認為而家講緊嘅004號大噸位12萬噸啦，同埋6代戰機有機會上艦咧，將會形成咗美國一個巨大嘅挑戰。因為而家美國戰機 F-47咧其實非常初階嘅，初步都睇唔到佢幾時有試飛。佢冇人知道幾時係真係會落實試飛，有啲係話27年。咁所以咧，我諗呢方面如果中國喺28-29年之後能夠進行初步嘅測試嘅話，顯然已經有一定嘅彎道超車嘅變化㗎。好啦，今期我暫時講到呢度，下次再見。